見了網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Matthew 何廣沛。主角唔係淨係做戲，主角仲要識做人。咁而呢一方面做得好好嘅，就我會講係可能係，甚至可能係無線小生何廣沛早前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中，憑住大熱劇《新聞女王2》首次贏得最佳男配角獎，達成事業嘅一個里程碑。今次訪問廣沛就細數5套影響佢最深嘅劇集，大家又估唔估到係邊5部呢？第一套我會想講係《樓奴》，唔好諗住 M 級咁成功，你就可以一帆風順。係一棒打落嚟，你根本就未夠料，你根本就唔識做戲，因為係完全一嚿飯，完全係第一次過打開本劇本，哇！有2版紙對白，完全講唔到，完全記唔到，完全入到片場係食螺絲食到係黐咗線，等咗1年，終於好期待出街，網上一片負評。套戲咧，我係做一個媽寶，咁就永遠咧有咩事咧都嗌阿媽，嗌阿媽就嗌韓文阿豬媽阿豬媽。即係每次我要叫阿簡慕華嘅時候，我就會阿豬媽阿豬媽，咁我就會成日就喺個廳度，好似小朋友發扭計阿豬媽阿豬媽阿豬媽，就令到觀眾就覺得哇呢個人係搞唔掂，好煩，我唔敢睇。呢套我會 skip， 因為呢套真係好恐怖。樓奴之後就去到律政強人，嗰套係第一套學識點樣做戲。嗰套係第一套出街觀眾對我改觀嘅劇集，就覺得咦，好似呢個靚仔有啲嘢喎，就有方中信咁靚仔嘅前輩帶住我，咁我喺佢側邊做戲咧，就慢慢地淡定咗好多，因為我師傅係佢用一種好似耍太極嘅一個演繹方式，咁我就喺側邊度吸收佢演戲嘅功力，我嘗試去模仿佢，因為戲裏邊佢係我師傅啊嘛。咁如果我抄佢嗰套去演，冇問題㗎，係咪先？張強係咁演，周力恒都可以係咁演嘅，因為我一定會有師傅嘅影子㗎嘛。咁我先係佢徒弟，攞正牌抄佢，抄下就自己形成咗一套咯。咁嗰套劇就開始令到觀眾賞識，亦都喺新加坡攞咗個獎，我人生第一個獎。係我人生拍過難度最高嘅一套劇，全程用手語。雖然個演員喺我面前，但係奈何地對方個演員係唔會睇得明我嘅手語。我有我做手語，佢有佢講對白。其實就好靠演員嘅想像力。咁呢個角色係我最想得到大家認同嘅一個角色。因為我記得2年前喺頒獎禮嘅時候，我真係好想呢個角色攞到最佳男配角嘅，因為對手都好強勁啦，咁所以都最後就入到5強。我好開心嘅就係當晚頒最佳劇集嘅時候，邀請咗張智霖先生做頒獎嘉賓，佢就喺頒最後5強嘅時候咧，佢逐套劇有點評，咁啊點評晒其餘嗰4套劇嘅時候咧，佢就點評《破毒強人》呢套劇嘅時候咧，就有開名稱讚我，咁我就好開心。因為一個唔講嘢嘅角色真係唔係咁容易做。方學禮我亦都好盡力去做，即係雖然呢一個角色我未做過，即係未試過做富家子弟，亦都未試過做一個咁爆髮型嘅角色。我稱之為爆髮型啦，因為以前我做開角色多數都係比較斯文啦、乖啦，就算哪怕係潘志傲咁嘅角色，其實都係正直嘅。咁但係方學禮呢個角色係非常之火爆，其實火爆到嘅程度係我自己都受傷，因為咧成日都要拍嗰啲台啊，踢嗰啲台腳啊。我係試過有一次我踢個台腳個腳板底痛咗1個禮拜，因為真係即真係要發泄出嚟，咁係爽啊！喺拍嘅過程係好爽，咁觀眾亦都睇到我另外一面。我對呢個角色嘅投放好多，因為呢個角色係我唯一一個陪咗我3年幾嘅角色。呢個角色嘅成長線由第一季到第2季，編劇好用心去寫，雖然唔會話花太多嘅時間去寫落去，但係每一次寫到 Ivan 呢個角色嘅時候，
都會有一個好大嘅轉變。Ivan 呢個角色係永遠總係會令人有個錯覺嚇，點解你會係咁㗎？你係咪想變節啊？你係咪想背叛一啲當初嘅信念啊，或者背叛命姐？永遠都有呢一個可能性，咁令到觀眾就係覺得好想憎你，但係憎唔落，到最尾亦都會有個反轉，係完美話俾大家聽 ，Ivan 從來都冇變過。剃頭去拍一個角色，其實咁多年都有，即係可能古裝、清裝好多男演員都會剃頭去做一個角色，但係呢一個即係3 U 元事件啦，一場戲一幕嘅啫，鍾樹佳都堅持話你一定要剃頭。咁我覺得呢一個係要俾翻 credit 鍾樹佳，我就係想保留一個新鮮感俾觀眾，等觀眾估唔到原來我為咗呢套劇去付出咁大，咁所以嗰陣時對外係呃晒全世界，而擺喺最後係啊，所以嗰場戲係自己擺咗好多嘢入去，到真係見到 Man 姐抬頭，好似真係見到個觀音菩薩先，又唔可以話 Man 姐觀音，或者見到個曙光喺前面嗰下，真係絕望到哇！睇翻一個希望咯，係啊！因為呢7年有俾公司力捧過，亦都拍過幾套嘅男主角，咁跌翻落去，即係又上又落，又上又落，咁浮浮沉沉，究竟係我做唔到啊，定係我唔適合啊，定係我都係適合翻喺一個低啲嘅位置咧？咁樣，咁呢個係亦都不斷咁自我懷疑、自我反省，反而係用咗過去10幾年嘅經驗，甚至係攞翻起一啲初入行嘅火去做呢個角色。有個位我好唔開心嘅就係拍新聞優嘅時候，有前輩走過嚟同我講話：喂，你 Ivan 做得唔好啊！如果你俾我做，我一定會做得好過你，一定係做得更加好，唔係咁做嘅 Ivan。我多謝呢個前輩去提點我，但係其實我想講劇本乜都冇噶咯，我已經擺咗好多嘢落去，我已經擺咗好多心思落去，而《新聞女王1》嘅導演甚至監製甚至阿蛇都睇到，但係總係有人睇唔到，即係我好有嗰刻我真係好唔開心，無論我幾努力都仲係有啲人係會唔認同我。咁所以嗰刻只能夠再做好啲。我覺得係冇之前嗰幾套男主角，可能亦都唔會有今日嘅我。拍一套男主角其實虛耗嘅心力好多，要顧及嘅嘢太多，多到係你會忽略咗自己，因為你太想去做好每一個細節，去滿足晒成個劇組，滿足晒所有演員，你要照顧埋所有其他演員嘅感受。呢個可能大家未必感受咁深。咁而呢一方面做得好好嘅就，我會講係可能係馬德鐘前輩啦，甚至可能係佘詩曼啦。我就睇到佢哋係無論係自己嘅戲做得好之外，戲外嘅戲亦都做得好好。即係唔可以話戲外嘅戲，戲外嘅細節佢都照顧得淋漓盡致。佢會照顧埋身邊演員嘅感受，令到大家工作係一個舒適嘅環境，而唔係真係嚟返工咯。係，所以主角唔係淨係做戲，主角仲要識做人，係好難。我睇張相嘅時候就已經唔知點解嗰刻已經 touch 咗啦。啱嘅時間遇到佢咯，大家有講不完嘅話題。大家有接近嘅價值觀，大家亦都有好多共同嘅興趣嗜好，咁呢方面係真係好升嘅，即係唔需要特別去互相遷就，大家就已經生活得好舒服，咁呢個係好難得嘅。